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是唐丽小姐演唱的《错爱的人》。来，我们来看这首歌。这首歌作词甲作曲拢是好棒棒的石国人老师啊。一呢是 B 大调4拍子的歌曲，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啦，速度呢是120拍，真紧节奏很快。来，我们看第一个小节，第一个音在哪里呢？咪咪咪咪咪，一二这个一咪咪嗦啦啦哆啦嗦，哆咪咪瑞哆嗦啦，2、3、4停，咪咪嗦啦啦哆啦嗦停，哆咪咪瑞哆嗦啦，2、3、4。我们看歌词来，第一拍要休息，第二拍的前半拍也休息哦，请注意。一爱若是永远袂散停，为你我唔惊停。这个下一个小节呢，第一拍又休息来，我们从头来停。爱若是永远袂散停，为你我唔惊，2、3、4停，哆啦哆瑞咪啦嗦嗦咪咪哆瑞，2、3、4 1、2、3、4来，5万会当将阮惜命命。进前好几集呢，我们都介绍过阮这个字的正确的发音。你要先准备一个你要读牛、水牛、牛会食牛肉，那个牛那个嘴型嘴尖尖，牛还要发一个呜的音，然后后面呢才读问题的问。来，我们试试看，问，再来一次，问，对。安尼这个字才有读完字首字腹字尾才有读完来，我们来念的5万会当将阮惜命命。对，我们来唱。来，我们先唱歌谱来，停这一拍要停。停，哆啦哆瑞咪啦嗦嗦咪咪哆瑞，2、3、4 1、2、3、4停，5万会当将阮惜命命，1、2、3、4好，继续呢，这一个小节第一拍嘛是爱休困来，我们看来咪咪瑞咪嗦啦嗦咪咪咪瑞咪嗦啦嗦咪停，咪咪瑞咪嗦啦嗦咪。为什么我念2个停？第一拍要停，第二拍的前半拍也要停停，对，停咪。停咪瑞咪嗦啦嗦咪停，咪瑞咪嗦啦嗦咪，有没有来？停，3明的海山放一半这字呢，这个字是促音，请要注意来，3明的山放一半停，咪瑞哆啦，2、3、4来，我们从这里来，3明的山放一半来。停，3明的山放一半停，变成朋友啦。搁一摆来，3明的山放一半停，咪瑞哆啦，2、3、4变成朋友啦。好，我们从这里5万会当来这里来接来。停，5万会当将阮惜命命，2、3、4 1、2、3、4停，3明的山放一半，变成朋友啦。嗦啦嗦咪瑞停，瑞咪瑞哆，2、3 1、2、3、4来，声人的心闭口音，袂心寒袂心痛这里连着有3个音呢，都是闭口音，请要注意嗦啦嗦咪瑞，瑞咪瑞哆，2、3 1、2、3、4来。
啥人的心袂心寒，袂心痛？啥人的心袂心寒？这个寒呢有一个转音在这里，请要注意。哆瑞，啥人的心袂心寒，停袂心痛？1、2、3、4，好，来唱到这里呢，主歌就唱完了。来，我们来把主歌连起来哈，把它连起来唱来。从爱若是永远袂散来，爱若是永远袂散。为你我毋惊2、3、4停，毋望会当将阮惜命2、3、4 1、2、3、4停，算命的山放一半。变成朋友啦，啥人的心袂心寒，袂心痛？好，这个袂心寒，这个转音有没有唱出来啊？要加油哈！寒这个转音要注意一下哈。接下来我们看副歌，啦啦啦啦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嗦哆啦，啦啦啦啦嗦哆啦，啦啦啦啦嗦哆啦，啦咪嗦啦。来，我们先唱到这边的。错爱的人是我，这个人呢错爱的人。我们单用读的人是不是2个音？对，所以请千万不要唱错爱的人是我，这样不够优美。然后我们要唱什么？来，我们示范一下来。错爱的人，错爱的人是我，错爱的人是我。对，在这里加一个转音，我给它圈起来给大家注意，有没有哈？请要注意，来，我们唱错爱的人，来，1、2、3、4，错爱的人是我，啦咪嗦啦哆哆瑞哆啦嗦嗦2、3、4，错爱的人是我，爱着一个啦咪嗦啦哆哆瑞哆啦嗦嗦2、3、4，爱着一个无心的人啊。爱着一个，这是促音啊，无心的心是闭口音，人，这个人也，我们刚刚就说人有没有？有好几个音哦，我这里加的转音在这里哈，所以请要注意一下。这个我们怎么唱呢？爱着一个无心的人，爱着一个无心的人啊。好，我们从错爱的人来，错爱的人是我，爱着一个无心的人啊。再来呢，啦啦啦啦嗦哆啦，嗦咪嗦嗦嗦啦嗦咪瑞瑞，再来一次。啦啦啦啦嗦哆啦，嗦咪嗦嗦嗦啦嗦咪瑞瑞。我们看歌词，无情的人，我有圈起来，对不对？我们不要浪，对不对？无情的人，不要浪要无情的人是你，当作我是一个佚佗伴。过一摆来。无情的人是你，当作我是一个佚佗伴。好，我们从错爱人这里第17小节这里来，1、2、3、4，错爱的人是我，爱着一个无心的人啊。无情的人是你，当作我是一个佚佗伴。好，再来呢。伴之后停半拍呢，嗦咪瑞哆哆2、3、4停，咪瑞哆瑞咪嗦啦啦哆哆啦嗦啦。来爱破一半，来我们唱这个就好了，后面等一下再连。嗦咪瑞哆哆，再一次。嗦咪瑞哆哆，爱破一半，爱破一半。破一半，有2个音哦，来，我们从动嘴这里来连来，当作我是一个佚
头半，爱破一半。停，咪瑞哆瑞咪嗦啦啦，哆哆啦嗦啦。哎，再来一次，来动作判镜内面只有寸断的心肝，心要闭口来。这个破镜呢，破镜头前要停一拍哈。停，咪瑞哆瑞咪嗦啦啦，哆哆啦嗦啦。哎，我们唱歌词来。停，破镜内面只有寸断的心肝。再来一次来。停，破镜内面只有寸断的心肝。这里有转音啊，请要注意来。停，破镜内面只有寸断的心肝。嗦啦嗦咪瑞二三。寸断的心肝，嗦啦嗦咪瑞，这里要停半拍，有没有？休息半拍，有个零在这里哈。来，我们从这里破镜内面来接这个哈，嗦啦嗦咪瑞来。停，咪瑞哆瑞咪嗦啦啦，哆哆啦嗦啦，嗦啦嗦咪瑞，这里要一下哈，记得哦。来，我们来接歌词来。停，破镜内面只有寸断的心肝，有啥代价？有啥代价？有啥代价？啥代价？这里也是有转音哦，请要注意来。好，我们看最后一句，瑞咪嗦啦嗦咪瑞哆啦哆二三四，瑞咪嗦啦嗦咪瑞哆啦哆二三四。我的心，请你还给我，我的心，请你还给我。我的心是闭口音啊、唱到这里呢，副歌也唱完了。来，我们来把副歌整个连起来。副歌在哪里？错爱的人是我。来，1、2、3、4，错爱的人是我。爱着一个无心的人啊，无情的人是你，当作我是一个佚佗伴，爱破一半2、3、4停，破镜内面只有寸断的心肝，有啥代价？我的心，请你还给我。唱到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演唱2遍半哦，整个要唱2遍半，等在间奏完再唱，再接副歌唱到结束哦。所以这首歌呢，跟大家报告一下，这首歌要从头唱到尾啊，这样是1遍。好，接下来间奏完了之后又唱。爱若是永远袂散，又从头又唱到这里哈，我的心，请你还给我。之后呢，又有间奏哈，间奏完了之后呢，我们要接副歌。错爱的人是我，爱着一个无心的人啊，一直唱到我的心，请你还给我，安尼。演唱2遍半才有结束哈。好，刚刚第1遍我们已经快速的唱完了哈。来，我们来唱后面的2遍半哦。爱若是来1、2、3、4停，爱若是永远袂散。为你我毋惊2、3、4停，望会当将阮惜命2、3、4 1、2、3、4停，山明的山放一半，变成朋友啦。谁人的心袂心寒，袂心痛。错爱的人是我，爱着一个无心的人啊，无情的人是你，当作我是一个佚佗伴，爱破一半2、3、4停，破镜内面只有寸断的心肝，有啥代价？我的心，请你还给我。好，再来呢，要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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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间奏，间奏了完了之后呢，我们又接副歌来，1、2、3、4，错爱的人是我。
爱着一个无心的人啊，无情的人是你，当作我是一个佚佗伴，爱破一半阵，抱镜内面只有寸断的心肝，有啥代价？我的心，请你还予我。好。唱到这里2遍半就结束了哈，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给您的唐丽小姐演唱的，这是什么石国人老师作曲的《错爱人》，好听无？如果你喜欢岳云爱唱歌，分享给您的歌曲，欢迎到YouTube 频道来给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每周呢会抛出呢好听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来一同学习好听的歌曲。好，今天这首《错爱人》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我们下周再见，拜拜。